创世纪第30章，雷家看见家己无甲雅各生囝，就怨倒伊诶大姊。伊对雅各讲：“你着囝互我，若无我要死。”雅各对雷家生气，讲：“互你袂生诶是上帝，我兼袂当代替上帝。”雷家讲：“我诶女婢撇拉伫遮，你去甲伊同房，互伊替我生囝。我就通对伊得着囝。”雷杰将伊的女婢撇拉互雅各做某，雅各就甲伊同房。撇拉怀孕，甲雅各生一个囝。雷杰讲：“上帝替我主持公道，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有囝。”就甲伊号名叫做但。雷杰的女婢撇拉阁怀孕，甲雅各生第二个囝。雷杰讲：“我甲我的大姊相争，我较赢。”就甲伊号名叫做拿弗他利。利亚看见家己无阁生，就将伊的女婢色帕互雅各做某。利亚的女婢色帕甲雅各生囝。利亚讲：“好佳哉！”伊就甲囡仔号名叫做加德。利亚的女婢色帕阁甲雅各生第二个囝。利亚讲：“我有福气，前女子话讲我是有福气的查某人。”伊就甲囡仔号名叫做阿瑟。收割小麦的时，路边伫园里得到吹尖果，摕来互伊的老母利亚。雷杰对利亚讲：“请将你的囝吹尖果互我。”利亚对伊讲：“你像我的丈夫检也无够，要阁像我的囝的吹尖果是无？”雷杰讲：“为着你的囝的吹尖果，今暝互雅各甲你做伙困。”日暗，雅各对园里倒来，利亚出去接伊，甲伊讲：“你得甲我困，因为你是我用我的囝的吹尖果交换来的。”迄暝雅各就甲伊做伙困。上帝听利亚的祈祷，伊就怀孕，甲雅各生第5个囝。利亚讲：“上帝报赏我，因为我将女婢互我的丈夫。”就甲伊号名叫做以撒加。利亚阁怀孕，甲雅各生第6个囝。利亚讲：“上帝赏赐我宝贵的礼物，我的丈夫要看重我，因为我甲伊生6个囝。”利亚就甲伊号名叫做西布伦。后来利亚生一个查某囝，甲伊号名叫做底娜。上帝少年雷杰听伊的祈祷，互伊话生，伊就怀孕生囝，讲：“上帝拄起我的见笑。”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瑟，讲：“愿上主阁加添我一个囝。”雅各甲拉班谈判。雷杰生约瑟了后，雅各对拉班讲：“请互我倒去我的故乡，嘛请你将我服侍你所得到的某囝拢互我，互阮倒去。我安怎出来服侍你，你拢知。”拉班甲伊讲：“你若看我有够重，请继续甲我住，因为我对卜卦知，上主因为你的缘故有赐福我。”伊阁讲：“请甲我讲，我得互你偌济工钱，我就互你。”雅各甲伊讲：“我安怎服侍你，我安怎照顾你的精神，你拢知。我也未来以前，你所有的真少，现在加添真多。我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短短甲你祝福。但伫时我才袂当为着我家己的家庭建立家业。”拉班讲：“我着什么互你？”雅各讲：“你什么拢毋免互我。有一项代志你若答应，我就由愿固守饲你的羊群。今仔日，互我顺你所有的羊群，将绵羊中间有点有斑的，甲乌色的绵羊仔，以及山羊中有斑有点的，拢分出来做我的工钱。”
以后你来看我所得的工钱，若山羊无斑无点的，绵羊仔毋是乌色的，就算是我偷的，用安尼来证明我的诚实。老板讲，好，照你讲的。迄日，老板就将有斑有条纹的山羊犅、有斑有点插着白色的山羊母，以及乌色的绵羊仔，拢分出来交互伊的囝。伊互家己甲雅各3日有3日的路程，雅各就顾老板其他的羊。雅各摕杨树、杏树甲饭树青搁软的枝，剥一部分的皮，互内面白色的条纹露出。伊将剥皮的枝插伫羊啉水的水沟甲水槽，互因甲羊相对。羊来啉水的时，公母交合，羊伫枝的对面交合，就生有斑有点有条纹的。雅各将绵羊仔分出来，互因面黄拉斑有条纹甲乌色的羊。伊将家己的羊另外放伫一个所在，无甲拉斑的羊掺杂。臃肿的羊交合的时，雅各用树枝插伫水沟内，互羊面对树枝交合。毋过消散的羊交合的时，伊就无插树枝。安尼，消散的归拉班，臃肿的归雅各。对安尼，雅各非常好业，有真侪羊群、女婢、仆人、骆驼、甲驴。